越来越多的证人的证词和报道表明，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妇女进行了强制绝育手术，以减少该国的维吾尔人口。据称，自2013年以来，伊斯坦布尔的一名维吾尔医生对从中国逃离的300名维吾尔妇女进行检查，发现有27%的妇女被中国当局强制绝育。这些妇女直到接受检查后才意识到这种情况。几乎所有妇女都说，她们被迫使用某种形式的避孕方法。据报道，中国医生在进行全身麻醉时，维吾尔妇女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她们进行绝育手术。根据新报告的发现，北京通过强制绝育政策以控制和减少维吾尔族人口。根据官方记录，全国所有子宫内避孕装置的80%用于东突厥散地区。在中国开始大规模集中营政策之前，2014年该地区仅实施了3214例绝育手术。这一数字在2018年增加到了60444例。德国维吾尔问题专家郑国恩认为，报告中的发现是至今为止种族灭绝的最具体证据。所发生的一切特别符合联合国禁止种族灭绝公约的预防生育标准。据报道，土耳其商人船东阿里克里切木和穆拉提哈茜萨格拉姆自2015年以来已在中国被监禁，并被判处12年6个月有期徒刑。据悉，这2名船东被关押在东突厥散的集中营，并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被强迫劳动。集中营是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的最强力的镇压和同化手段之一。据称，有300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该设施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2名商人购买了一艘在香港和日本之间运营的商船，并计划在香港和日本之间进行废铁运输。但是他们突然在香港无辜被捕后，被带到东突厥散接受审判，并被关押在集中营。他们据称被中共当局被判处1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当局称他们打算帮助维吾尔人，指控他们帮助维吾尔人逃离中国。中国当局还没收了他们50万美元现金和刚买的商船。据报道，家人无法与他们联系。网络视频会议技术公司 Zoom 将停止向中国地区的用户提供产品的直接销售和升级，转由第三方公司提供其服务。声明指，此次服务转型将于8月23日生效。中国大陆用户即使可以通过授权的合作伙伴，以参与者的身份继续使用 Zoom 的视频会议服务。由于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视频会议需求大增， Zoom 的使用也随之大涨。虽然 Zoom 是美国本土公司，但 Zoom 曾被曝通过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发送通话信号，让其安全性受到质疑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称，如果 TikTok 未能在9月15日前完成出售，将在美国遭封禁。他同时称，不反对微软或其他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。中国短视频社交媒体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近日在美国饱受压力，封禁的威胁真实而迫在眉睫。出于安全原因，它不能被中国控制。特朗普当日在白宫表示，微软或另一家非常安全、非常美国的公司收购的话， TikTok 可免除被禁的结果。特朗普还称，如果 TikTok 成功转手，美国应该得到一部分报酬，因为我们让这个交易能够进行。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具体安排。美国官员日前表示， TikTok 是直接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数据的公司之一。联合国一份机密报告指，朝鲜仍在推动研发核武计划。且部分国家相信平壤已研发出可安装于弹道导弹弹头的微型核装置。路透社报道，该份报告由独立监察朝鲜的委员会撰写，指朝鲜的核计划项目包括提炼浓缩铀、新建实验性的清水式反应堆等。多个国家都认为，朝鲜在过去6次核爆实验中或已掌握研发可安装在导弹弹头的小型核武装置技术。
北韩或会寻求将核武进一步小型化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曾表示，朝鲜的核武计划属防卫性质，能保障国家的安全与未来，并称未来不会再有战争。